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日嘅福喜来呢个节目。今日强荣老大家来讲，医疗界单元哦，我们讲到了下，大家有发现冇？了下当到身体有当到个冇平吼，你要讲系文明平。比如讲，当然冇乜个原因，不过有本人起到东送上，比如头脑痛啊、翻炒啊，今日强荣老强到系理解中医师范强先生来到节目地度，让大家分享吼，所以大家来分享去分享理解范强治安先生分享。主持人，天时间的亲爱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范强景言。分享你个范强先生来到节目地度，让大家来打嘴鼓吼，大摆绕墙范强先生是为起到收获动态，收获很大，因为昨天得到的唔单讲系，都有你讲医疗界第四，我觉得。读中医嘅观点，生活习惯很重要，生活习惯很重要。讲到生活习惯，今日绕墙先生来讲嘅是系现代应该文明平。挑白嘅你看是汉医也好，中医也好，咪讲我奋斗，我粗，我后能痛。不过你下当当你看先生可能咪变成系，我身体，我调配，我翻炒，我容易好像是一个文明平嘅感觉。系冇咁错，因为你一讲吼，上得落教嘅话，吼，太啲。中医嘅角度咧看下吧，就話吼，到你嘅心理狀態，你有生活壓力啦，情緒焦慮壓力，你最主要係你係嚴峻。有啲人是講喺摸咧，我乜嘅事情都摸咧，奇怪是容易睡唔到嘅。係啊。可是講，你是中醫咧分析來講嘅話，就話唔係從細講，你睡唔得睇啊，好，安眠藥一粒兩粒安，嚇，你完全冇強哦，就對症下藥，你。乜又係大氣咯，又係困嘅前頭，你嘅睡眠嚟牽涉睡唔落覺，又係半夜容易醒過來，又係講醒過來見就個睡落去睡唔落覺，又係半夜當到夢，一直做夢，冇時想以為哇規身酸軟痛，規下就冇睡到用安尼，或者分類症型冇強用，現在從啲都要歸類起來知道，那個五臟六腑嚟講啊，到心臟、肝臟、腎臟還有關係。你有心火下卡原因就話你恐那肝火下卡原因，肝火下卡原因肝鬱原因是脾氣會急躁啦，口乾口苦啦，或情緒的波動起伏動態，那是種肝鬱。當然也有就偏憂鬱一點點，沒有全躁鬱啊。開始就躁鬱是該講咩？是脾氣都唔好，通通是原因可能都不順眼啊，有混雜呢雖然看似這樣，對不對？好，岔开题话，它是因为甲状腺素亢進干扰的，像有点像我们讲肝火下卡用，转眉为浮，血马眉下，湿安啪啪安音，所以它的形态是这样。去动身起呢，因为晚上不睡觉他睡不着觉，可以趁着天快亮4、5点这样就发到睡梦，很特殊哈。佢系个夯到如马上讲屁的头前的动到几如，他就会忍不住发脾气。如有美牙话，一可以要走嘛？女生呢很奇怪，30几岁，借过很大声，对，跟安内听说按照分类阵型不一样，因为性冲部分性别下摸酒管烟，又係講性火下卡煙，性火下卡煙乜打住一把搖死，呢點是講血馬會降下風，所以安煙嚟清煙，又係講冇處下風掉，就是類似這樣的，我會按照它的陣型不一樣，因為講腎水不足原因。因為講水母好都比較多夢，半夜又經常咧嘔尿，又係講腰酸背痛，類似這樣不同的陣型就往中醫是分，唔係講從細當簡單調紅就會本醫所咧，一覺到天亮，但是既然特顯是要那樣，細細嘅它的優秀點，也有它的困擾點要那樣，那患者就話5年、10年、20年，他就是一直要吃。很少一部分就話要發到講是同門開始，他腳完全唔是食咧，好咧。你看你聽聽看，動都有啊，那叔公阿伯啦對啦，講你親戚朋友都能食安眠藥，吃幾年了，3年了，吃幾年了，10年了，好，親小講好咧咧，唔是食咧，很少。但是吃了的經驗，我是多隻患者有啊，他。在銀行上班女生，因為可能是感情婚是離婚嘛，佢特一愛到天蒙講，他才睡得着哦。冬天還好，冬天很慘，不是冬天還好，冬天很慘。6點2天蒙講嘅，天蒙佢8點去醫院航空去醫院上班，他只有睡2個多小時哎。到夏天還好，夏天是講4點5點的。他要介於那個好像快要。
天亮了，太阳好像快要升起，那个时候他才能入睡，因为冬天，因为浪天的太阳起的比较晚，所以他更晚睡。而且他10年了哦，给改小朋友看一下，他已经吃西药吃了10年了。摸起西药根本没法度睡，上次吃了西药吃2粒3粒，还常常到3点4点才睡得着。冻烟虫是受不了。我们这样规律是蛮严重的啦。然后我开始靠脚不行，但是一卡可行啊，原则上是细脚完全摸听，是搭配中药错开时间吃，好卸下，8、9个月以后有没有？他慢慢的西药退掉，西药可以完全不吃，然后中药慢慢又好，到8、9个月他西药不吃以后又他还是怎样呢？变12点睡得着。吃中药12点很多啦，对呀，你看你12点睡又8点膨冲啦，8小时，1点钟准备航到给银行去嘛，他银行上班嘛，然后你看这个时间点来讲，他睡8个小时很足就很好了。对，我说我这个比较特殊的啦当然有没有失败的，这一定要讲了。抗利尿激素分泌失败的，他那个基本一种板牙油30分钟、半点钟是红了，也是300分钟，他那个都一定要去台大打那个类固醇那些的去改正扭转，要不然他那个睡眠品质是很差。那吃中药来讲，一时也没办法，患者也没那个耐心，说慢慢挑，更要缓加。所以说，这个失眠部分，刚才从讲大体上我的经验来讲的话一般来讲，心理因素占绝大部分，生理结构因素占的是比较少。没有错，其实你讲失眠翻炒水母体，仔细的讲，大家非常的细致啦，很细，它动作东西走得讲，因为是种性上讲的类型嘛。如果说你是长期的、规律的都有失眠的问题，一定要看性上。因为因为第2天要去旅行，有没有就睡不着，这种不一样嘛，对不对？或者是第2天要早起，有没有？一出外景有一点怕睡过头，水母体这也不一样所以就是如果你可以冲体改长时间的规律性因为问题是有性上讲去分析那个原因，再来对症下药。够。其实现场我们还是赌中医改观点，也是有一些书眠的噱头做得来分享，对不对？一般来讲的话，你选的落搞一些太低音，可以试试看。那头脑痛痒痒就情绪讲快抓狂，人会情绪会焦虑，会暴躁，跟变跟喊痒痒这样未熟，变来变去。一般来讲我讲针灸啦，印堂穴。在印堂穴条针下去有没有患者还有合谷穴、反夹转移海底是当天晚上1、2天内都会很好睡。对，你也讲两摸的恐惧症，那怎么办？你是讲印堂，那就眉毛中间两位，也讲眉棱骨，你也讲头脑痛没讲，眼眶骨了都太阳穴，也讲按你后背了都有风池，也讲肩颈了都肌肉束肩背放松。你就动因水摸好，水摸落搞，也讲完全没法落搞这样呢，因为刚才讲嘛，焦虑，明天的我们讲根本按了忙做好，上头早起一抬头，跳下水看了都你的报告，也是讲要买时间，稍微那么啥见面，也是讲你到了饭店出国旅游就当因人面疮、人枕头，就因出轨还带枕头出轨了，因去督导嘛，是有安那因，它就是一个特色，它一个脾气个性的关系，安那因其实所以线上你刚才讲的噱头。我们可以怎么做？揉按，揉按。因为有人动田其实讲你不舒服的地方通则不痛，不通则痛，是去按对影响脑部的血液还有你痛些它会刺激。脑个电波一直放射，你大脑中只是耳水摸的头下用打电话落来，头下用敲所以现在我们意思讲，我们可不可以向亲朋友一定要建议？你刚刚讲的是摸咪摸，我们可以摸咪摸了按用药的地方，那个大拇指去揉按它。我们可以这样子揉，稍微舒缓。太阳穴揉按，对，然后还有你讲紧的后背中央美是揉按揉捏肩膀自己拌一拌揉按一下下，还有练习呼吸。呼吸的频率没动重要，莫急促，还有一个叫躺下去睡下也是种4平8稳叫我劝不去，躺好以后就等于是讲可以一天的侧睡仰睡的态，尤其女生有没有，她会比较没有安全感，大部分女生是不会平躺睡着。大部分女生揪你从哈共睡揪你仰睡，对，那都没有关系。就是说你那个姿势有没有
不要过度，因为揪走的揪，莫揪到胸骨条，因为安奶就会影响你的骨盆，影响你的腰椎的发育、脊椎的发育。大家对哈，那种提醒动音对，懂不一样？哎，后来还是一样腰酸背痛啊，干嘛？好，那是因为你睡姿不正，所以后来放些时候那样躺下去哈，你会觉得说啊，我好舒服哦，这个点。我好舒服哦，嘿，就你每年躺，你再回想一下，哎呦，我怎么脖子好像是有顶着在那边躺在枕头上，顾摸表下去，那是不对的，因为照相红了起来，骨架赶紧硬搞到小麦腰，就有点像落枕一样了。是，哎，所以说你整个睡眠的习惯有没有？就是你怎么样让你肌肉不刺激你的大脑？好，肌肉不刺激大脑，你病好，手脚病好，莫扎到板架，手脚麻痹想过来，对不对？那就是因为你的姿势不正确。当然随着年纪那种受年纪下落啊，因吼啊年长者嘅血路行啊差一些就话，去上场就停不来，一停不来。所以其实躺下讲哇。线上这个是小演讲，有没有一段小演讲？当到两片大家会发现讲，其实你下改文明片系讲，你翻炒水面的是从线上讲的，你要去很细腻去了解，你到底係用应该方式水唔睇，係咩有可能係你冇性感度嘅问题，还係讲你水母姿势感问题都会影响。所以线上意思係讲，你就得去观察形容你嘅清醒，就得去清醒上，然後去溝通，線上就得對症下藥，係講係個性感嘅問題，所以挑戰性感條嘅問題，係講係水母姿勢嘅問題，所以挑戰水母姿勢嘅問題。我還有乜嘅就得講，你聊下定下陣陣嚟講。上堂節目講到誒，其實大家都可能會遇到嘅翻炒水問題。翻炒水問題是從先生講，哇，年薪800種，性感條嘅問題未動到。不過你下堂節目咱問先生一件事情是係，人為種文明片嘛，解咧，做埋咧大家痛啊，唔到，冇賣事情哦，啊根本跳哪痛，個冇賣事情佢咪講啊根本跳哪痛，係個冇賣事情哦，啊根本見跳到衰遠。所以先生你係咪係上文明片咧嚇？冇錯，因為工作壓力嘅關係嗬，喺個底下時間打電腦手卡你通叫，喺點講你都溫暖來處理就話，想又神數目自由啦，對話就腦袋的活動的那個頻率非常的高，然後有前一下因為冇水開吧，前一跳那同時動緊傷，所以一般嚟講話，你講跳那同嘅時間嚟講，早先到8、9點啦，下晝10點，但大部分因為要係現象。其實咧，你講造型係冇起嚟，你講大白到下晝10點嘅時間。好像造型很有活力，到10點才只開始又同時講，我有點頭痛，這裡有點痛，這裡有點痛，對。因為跳那同嚟講，按出嚟講外感，還講你本身腦部有問題啦，有腦癌啦，對不對？另當別論。錯，我們講的是一般性的，你一般性的這種哈，你因為情緒焦慮、壓力影響嘅發燒啊，哈，那跳那同佢佔大概95%以上。哦，一般性的感冒那些不算哦，就你平常它就是緊張性的那個頭痛，從緊張的關係，焦慮緊張考試啊，應付一些工作壓力啊之類，原則上大部分呢，佢因為緊張的關係就話，所以你太陽穴咧，比如話，佢散行的個肌肉束要長時間的攣縮，某時你也趕緊咧，比如話長時間低頭族啊，要話，緊繃，就對於你壞習慣啊，唔需要上某嘢追劇呀，某時打電動，因為某愛長時間的熬夜或者趕工作，對趕文案，啲就引起的啲就話，他長時間沒得釋放，沒得休息，感覺老師，感覺醫師好了解我們的生活。係啊，所以因為按嚟建議話，原則上嚟講，你一定嚟考慮啲嘅講我存錢去養家活口另當別論。然後一隻案子結束後，一般期望佢話能夠有規律的生活，對不對？差不多10點、11點是學上摸，首先到5、6點行倉，再過嚟做事情，莫拖到2點、3點做好養咗睡。這種按你中醫的講法，就話肝沒得到充分的休息，所以按你話肝火下卡，肝陽上亢是用血壓又啊，所以往上飆，血管一直痙攣性收縮疼痛，所以佢又緊縮緊輕。仲有一初輩就係做房家啦講，你咁我跳那就話壓一下，阿因講痛沒冇動痛，壓一下，阿因，但是因為有一個按血管嚟按緊上去嘛。給上的擋保一些，就話心從收縮一下，血壓往上飆，然後第二些又話血管是
痉挛性收缩，所以可以感觉像有天天都用，有像血管安因，有东西嘛按走过去安因，所以它也是另外一种情。那性上医美很了不起呢，他对于他自己头痛的那个那个感觉的形容，好像很具体，很。人家叫患者比较特殊是这样啊，形容词。这个患者是比较特殊，其实中呀情绪比较容易焦虑、忧郁。可以这风吹草动停是。老人讲说，我可能会死掉，我会怎么样？我的东西放哪里就交代后事。这些特色是安因哦，这些莫是打电话看别邻居嘞，帮我怎么样怎样，我可能要去那样。这些特色因为冇结婚冇感应安因啊，七八岁安因，所以我讲一般都都按情形来吧，就哈你一听了是不是先看？咨询把情绪把压力抒发以外，请对照过来写，有动脏差。因为我讲，你也都好，你也见到一些就话，近期到一些，缺血性头痛，前、内、後，冇同樣因為造血機能嘅關係搭配，還有血液流量外，按你睇那痛補血為主，其他還有啊。雖然講你係吸血鈣嘛，所謂的肌肉鬆弛劑、血管擴張劑，穿就獲得到很好的一個舒緩，但是講你。最好唔好講吼，痛還是檢那普拉痛咧，檢測，那樣方法就話吼，然後治標不治本，我們要找出你的根源在哪裡。了解。就剛才講，因為情緒焦慮，你要改變，要適應，要自己轉腦筋要轉，因為老是這樣子碰到緊張就好，這個東西一定要諮詢。要練習啦，其實線上講嘅。大家躺一躺，因為民平係講，你不要講是什麼重大疾病或是特殊問題引起，如果是你的生活習慣讓你性冠毒桿問題，其實就是要練習嘛。比如是有線上講呢，那你如果是焦慮，你要練習放鬆啊，對不對？那你如果壓力很大，你一個工作一個段落，你要學習釋放嘛。你講到，因為我現在就是頭很痛啊，我現在下午4點多啊，還就在打電腦啊，我還不能下班。老師，我們有沒有一些舒緩的一些穴道？我們可以稍微舒緩，因為你剛剛講到吃肉呢是一個舒緩嘛，肌肉鬆弛。那我們有沒有讀穴道方面來看一下？一般嚟講嘅話，吼，因為講係合法性穴就話吼，那個眉稜骨梁就話吼，因為拇指背面係揉按。還有眼眶揉按，因為你線上我這樣對不對？其實你就是這樣揉按你的眉稜骨，然後整個對，還有太陽穴太陽穴這裡按用揉按，還有啲用風池還有背頸頸還有背啲頸頸後面，還有背啲，還有點種比較準確的一個合谷穴，對頭痛也很有幫助。這裡，所以可以繞胸去邊講，其實我們是可以這樣子按壓，按壓 ，Kim Rocky 就話往這個食指方向去按壓有啊哈，往食指方向，哎呦，一般都講嘅話哈，我都按到拇指嘅覺得會痛，所以是食指方向，了解啊，基本上，但是呢個頭那痛。一般嚟講，傾下氣是話頸肩背咪會酸癢痛。按你講，按摩嘅時就話，鉗嘅時就話，加下嘅幾個穴道以外，合谷穴啦，來到就幫助以外，你哋肩頸，肩頸，因為膏肓是很難的。不過我們來講一下，現在我們這邊有一個小同仁，我們來講一下，就是說肩頸穴道也有，對不對？因為你講頭那痛到你的肩膀，其實它有時候是連成一氣的。從毛比如講，那我現在就很不舒服。有時候我們說，你走轉椅隨摸可以你就休息舒緩，然後回家休息，然後你在填充嘅時間，我們也是可以稍微按摩一下。好，你風池穴有啊，兩啖練吼有啊。一般嚟講啊，按時候你嚟頸頸有啊，捏下來兩片就抬頸有啊，你頸頸係會有啊抬頸，是抬頸。胸頭停，抬肩胸頭還有咧是骨頭下有啊，枕骨下面是差不多了萎縮。你講比較勞累，也係講焦慮、睡眠不好啦，還講上班就要偷拿緊帶呀，打電動打嗰啲，強叫誒，你一天你睇你命都是會酸癢痛咧，你睇面後就風池穴，還有拉下來咧啲話肩頸，是啊，抬然後大半肩咧，後咧當背咧肩，現在我們比下差不多兩圍哈，兩圍練兩個區塊。膏肓穴是很麻煩的，膏肓穴在後背有啊哈，它比較麻煩。我們不用去邊來看一下哦，你要是你的膏肓穴，是本弄鈣片。你可然後讓盤虛骨嚟啊，盤虛骨嚟啊是順頭，好在中段中後面，好，你為所可能是要咩啊？你有得就該配備有啊，好，再按加起按帶按對，來講你靠牆壁有啊，好，牆角有沒有？這樣揉按有啊，牆角按一。年紀按這個方法也可以。好，還有一個就是說，一樣哈。老師是不是有個大椎？大椎是兩動往內，動往兩尾當內，你還有大椎穴。那這幾個穴道哈，是用全面性的，你都可以
尝试的去做外，尤其有啊，每个人反应的位置不一样，有的人痛来会手嗲位，有的人痛来会手盖位，好，然后就是。还是一句话，因为习惯不一样，工作的形态不一样，好，有的人扮冲啦，有的人是低头，有的人是很单纯的眼睛就直直的打电脑，是僵直的，有的低的，有些是电脑这样子的，因为角度不一样，你引起的肌肉束有啊哈，绷紧，很有啊哈，摸得都释放。按干股为什么可意思针对那个点去释放？也係講你手臂上呀木工嘛嘅穴道啦，你眼度有感覺痛痛啊，為手有啊，你去捋捋哈，有啊，這樣按摩按摩，它可以釋放整個細胞力量可以釋放。我覺得可能一堂線上講到咧哈，大家又發現一件事情冇，其實是係講你維持大家自身鐵球，因為你有點肩膀係強勁嘅硬搞，所以線上講嘅其實就像你要動一動嘅感覺會強咯。所以鄉親朋友會講你按樣稍微讓佢聽痛，也買個是從線上講嘅，加下講嘅，加幾隻舌頭去揉一下，讓佢不用嗆手。線上我有一隻想到線上的分享，有一種嘅講法，就是比如講你肩膀不用嗆送過後，啊你是往前，他的說你稍微這樣子往前，讓這邊維持是一個直的。希望你是用，譬如講頸手去，有冇按用音？稍微按壓一下往前，頸片，你看我是頸手，不用周片按用音。他希望是係兩隻手不用到兩片按用音，其實就是這整邊用個幾次。那個你馬上就會覺得比較舒緩，嘿，剛好舒緩的時候就會覺得，你再抬起頭來，用剛剛是不是好輕鬆？那是一種拉筋強壯的意思，哦，對不對？半筋體位強壯的意思。所以講一般嚟講嘅話，要加講除了按摩以外，好，時間到了，我們頭部轉運動，好，旋轉也好，45度，好，對不對？都可以。對，線上45度，45度，你看，一聽就聽痛，一聽就聽痛。不過，記到還有一種談過一種講法，就是不要往後仰。就是基講後面頸椎這邊是非常多的神經或什麼，所以大家有發現嗎？就是你是前面頭前頸片走偏線上講45度，可是不要，你看我不能示範，因為不要往後仰。對，又按照講法。也不盡然是啦，因為它既然設計哈，既然設計有啊，做得不易，聽到往上天有啊哈。對，它是有它的一定有它的功效在。除了說它使用的需要以外，很重要，你因為不同的肌肉的伸縮、轉動，它一定對肌肉的舒緩、對血液的流通一定有正面的幫助。所以講，做得作為角度認為哈，你是講都可以做，但是莫長時間，頸椎確實不適合長時間這樣子。是不適合長時間哦，不適合長時間。但是不是不可以動？對，是可以往上，可是不能太完全的往後按用力。長橋嘅夾到啊，夾到越深嘅夾到越血管呀。係是這樣按用力哈，所以呢，大家又發現哈，講到兩片，其實也沒有很難，好用大家聽到一下。線上講嘅，其實我非常中意線上講嘅用兩便宜。按摩哦，怎麼眼周附近，其實連眼睛附近都會，因為它會舒壓，對，會舒壓，然後讓眼壓也不會那麼高。不過還有嘛，嘅文明片咧，大家都分享聊下，等下陣陣嚟講。呢度上堂節目有講到，可能因為你嘅生活習慣、操心嘅文明片，不過先生其實文明片。跟吃有動態嘅關係，有可能你食嘅東西咪會操心你嘅文明片動到啦。比如講，你像講到文明，比如像鼻子、狗眉，除了是環境，你有講到像你鼻啊，好鼻啦，好水腫啊，造成成個你原來腳骨動態係腫落啊，唔係，其實係講像你講你中醫咪講血好尿啊嘛，其實這都跟飲食有關。有啊，因為按你講吼，你想看，按你10-40年前有啊，是有狗眼狗舌，長咗啲血，然後又有口血，你看美啊，動到已經3寸的血肉啊，造型漢堡裡面就有一塊肉，中途雞腿飯，對，雞腿啊，唔少油用緊，控霸崩，所以按你貴下按血肉啊，你高油脂哦，那高糖分，你看剛才有啊，珍珠奶茶1人1杯，要不然就咖啡
对不对？咖啡用拿铁又多油脂在里面，这种安尼系饮食习惯，系透过20年、30年前、40年前的人完全冇有爱。所以就是为什么归类为文明病，包括饮食都是文明的演进、演变进步又啊，然后又按好控不安利下享受，有冇啦？所以讲基本上安奶油啊，不要认为哈，然后物质不灭电力，穷阳又啊，有太阳就有黑暗，你有快乐也有痛苦，哎，你不节制来吧又啊，要有代价，一定要付出代价。所以讲，你用不管肠胃也好，哦，你用食从狗头从肉，哎，你不顾它又啊。对它那种油炸类吃多了，好对不对？你排便呐、各方面呐、就会有困难了。对，好，水食调少未控腰。那讲你食调少调多或者话三高问题是咧，胆固醇调高啦，血调牛啦，三酸甘油脂又调高啦，对不对？啊，血管开始是病变了，好是硬搞在一类，引起动脉硬化，好，别人有中风、心肌梗塞，那这个东西是用。年头啊，你唔管好些就啊，讲敌人你哈在城墙以外，你没有挡在外面，蹦落一些就啊，走巷战的时候那就很困难了啦。这个比喻真的很好哎，要先把敌人挡在城墙外面，等到给落的时间，你再去跟他对抗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辛苦的狗仓嘞。所以先生刚才讲到，比如讲是狗就那种动脉硬化嘛，其实动脉硬化高危险群，其中是种线上讲哎。所以年纪调挺早有啦，年纪一定有，因为那是跟遗传有关系嘛。老天爷，我们要贼老天，对不对？不可逆。哎，跟讲一点，去设计师讲，哎，动脉膝盖有啊，哈，哪一类人他就归类这个东西坏掉，那个东西坏掉，对吧？你买白的该买白的，你也寿命有啊，还好的哦，上百岁还差掉，60、70岁还差掉40、50岁是转移的。啊，他摸不赢讲是的话，棚主800岁，对不对？摸完后啊，摸了好空哎，所以现在它是设计，也可能因为跟人类的能够生活的空间也有关系，然后那所以人类演进也还安逸，然后不管这些，所以主要是讲，啊，你饮食是我们最大的所谓的祸从口入。对，这个祸，所以说你病从口入啦，祸从口入病，好，要平。就是病从口入，就你吃下来得斗改可能的结果是老天爷不，我们讲老祖先很有智慧，好，就是讲啊，让体会安内因啊，生发之后观察入微，感觉讲，哎，为买为安内不安平，哎，然后这个高油脂高当中，高粱高或这种是好玩因难讲，然后用安尼来讲法叫食好、大好、用好、擘个穿好，结果是身体都唔好。有可能，有这个可能啦，因为大家都讲，因为我觉得一定要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哦，特别感应好，恐怖好，莫会写时间哦，做的是动药，做的是控药是好好，可是你看你下感应因为文明平改关系，比如三高改问题、动脉硬化改、按用改问题，大家反而吃好，现在定义的好已经往回走了，就是所谓的比较粗食，比如我们就回到比较原始的食物，比较非精致类的食物，就变得你下改吃好好，改定义已经开始慢慢的。调整跟改变。你讲血部啲系安全么咯？影响胃肠啦，影响心血管系统啦，对。还有就是讲，你大啊，食衣住行住啊，哈，人家有人研究啊，浪天小姐爱漂亮，然后穿的又短又少，对不对？感冒啦，或引起这个呼吸道过敏啦。那种过敏的讲，因为它动作谁哦，你注意看哦，它动作谁哦有啊，有过敏现象，因为一些反式脂肪啦，或者是一些有的一些食物。线上这真的要讲一下，因为特白吼，像特白感烟台可能狗没动然有，我讲冇像两下一样，从两下你去问10个里面，每个人都说哦，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会流鼻水，是不是有狗敏感问题？如果讲到两下，我特别来强调一点，就是说，线上也讲过吼，就是说读中医改观点定都有一个治疗改方式，你大白会讲到就系3伏贴，然后讲3-9天啊东西，就有一场很流行你都会看到环境点，每天有人排队嘞，对，没有错，就是好像那个时间点到了，比如夏季的嘛改时间，冬季嘛改时间，三伏贴是嘛上伏、中伏、下伏嘛。对，是有时间点的哦。青叶粉哈，还有3-9天是冬至后9天以后，安又啊上斗9天，那这个都是取那个时间点，所以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好，这个观点。重点因哈，还有一个理念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好，所以说随着大自然的季节，你刚刚是贯口吧？对呀，贯口。这基本上的一个特色。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中医还有讲个所谓5运6气，哈，就是说这个运啊，就是该热天气有没有？该热当热，
该热不热，该冷不冷，就或者是说乱了该冷反而很热。该热反而变得很冷。那今天因生活在那种环境就哈，时间夜工自体的免疫力调差，平常饮食调摄又有问题的话，好有穿着上有某主也法。它很容易这种该病邪入体，有些是当下发作，有的有啊累积都给有的它进到肺、进到肠胃系统，我再举个例子哈，我曾经有一个，我很多年前刚读中医的一个理念，跟一个患者就朋友沟通，女性患者，她每个月经来就痛，可是脉把一把，我觉得有点怪怪，她很风寒入血室。那时候我也没什么资格啊，我们只是说平阳就有点讲点就是半桶水，那给个用药，我建议她说，你月经来的时候，你去西药房拿感冒药吃看看。反正不多钱嘛，好，民国70几年的时候，感冒药吃看，它痛经哦，它是痛经哦，月经来是痛，它很特殊。医师，你那时候很大胆呢，哈，很大胆，因为我觉得那个也小钱嘛，吃1次2次还不至于影响到什么肝肾溃坏，实验一下的感觉，什么？结果那女生你知道不？她就吃那一次感冒药，在月经当下月经来的吃感冒药，吃了以后，她后来再也没有痛经的现象。他为什么？因为我是有跟他沟通过，你在这之前不管3个月、半年、1、2年前发作这个疼痛，那个有没有在月经来的时候有那种类似说重感冒的现象？他说他有，就因为这一点，因为再这样脉，我感觉到说，他有风寒脉在里面，在子宫区那边有风寒脉，那这个是中医的理念，西医是绝对是认为说这个是宫棒嘎啊，这个，但是我真的那个亲身体验是那个患者从来是吃那个感冒药，而不是吃肌肉松弛剂止痛药，这不是哦，就吃从未祛风寒的，我开玩笑像葡萄糖类似，他吃了以后，他真的他再也没有痛。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说，他可能就是因为长期累积了一些，你刚刚说像一风寒，对，没错。所以讲，刚才你讲了就是用3伏贴、3、9贴的话，挑选适当时间，不管你皮肤过敏、荨麻疹，或者是异位性皮肤炎，你要都有患者有啊哈。我们患者在上门的时候，如果3伏贴，再加上一些中药调理，改变体质，因为一定要跟患者沟通，就按你进来朋友讲一下是讲，看中医的观念，然后西医观念完全唔係。强用啊，因为西医天足到讲，你问题出点点哦，等下保险丝摆在那样容易，类似这样子，他一定要抓到那个点，或抓到那个细菌、病菌验出来了，他才能处方下药。中医不一样，抓起来，这为什么保险丝一直反复坏掉？不是一直换保险丝就好，因为你可能同时间用的电流量太大，导致它跳电，就保险丝跳太暗音。所以你要解决说不能同时用按太电流，所以一样人体人体有啊，你没必要去沟通呀。你吃东西有啊，你要享受美食，你冇讲些吃个buffet用食道保养哇，从头到尾每一样都是吃的哇，吃的动状，太饱，那是都懂有一年，就我们一起去吃的时候有啊多离谱，女生你知道吗？去吃一吃，然后去厕所挖吐再出来吃再吐，他觉得说这样才赚到。这太夸张了，老师。这个哇，那个太喜欢吃了。不过我要赶快来讲一下，线上讲的3伏贴，然后讲3、9贴，按用改东西。为什么线上一直老太高来讲按用改头力，然后黏力，然后其实医生要讲的事情是，其实那个东西也不是你去。比如你鼻子过敏，要是荨麻疹，不是你去弄一次3伏贴就好了。其实第一种你可能要重捏留捏上面，因为那是一个疗程。可是台大没有地哦，老师为什么要强调跟西医不一样？因为他那个不是说一个什么强烈的什么药剂，他要调整的是你的体质。那其实讲的就是你的体质的改变，免疫力的提升。你这样子调养狗后，因为你体质改变了，所以你可能也狗霉。我们先用鼻子狗霉来狗，那又会得到一个调整。所以而且线上没狗嘛，你看我是真的我很认真在听课好学生有没有？但是又公狗嘛，就是你也天走安用改时期，因为为什么？因为浪天的时候人家很容易感冒，因为浪天，所以你也天走那个事情就冬病夏治嘛。等到浪天的时候，你的免疫力很强盛。因为插嘴一下用讲呢，因为你下调后面呢又冷气冷气。听那当去年下来，像我咯，一下又話寒氣落地話又話應該就慢慢調出來，又係講我朋友凍熱，一下落去要進冷氣房，進冷氣房毛細孔就急劇的收縮，寒氣或熱氣沒辦法出來，這邊中暑，要不然就是
寒气受寒，对，寒熱骨，所以到冷天有些有寒外寒內寒，夏天有一些有啊，所以现在女生手脚冰冷偏高，原因也在这边。所以。大家谈落谈意思袂讲，因为掠团让大家咧分享的是系讲，因为宽肌冇强容的啦，是像线上有讲到吹浪气有冇，我们就会让汗逼出来，可是你唔系呢，我们马上进冷气房，哇，好凉好舒服，其实你就造成你整个体质的一些搞不好淤积或是什么的，哈，我觉得我总在找讲听到，因为会被老师一直纠正，我可能会讲错，其实整个节目讲到咧，下谁让大家来讲，其实读中医改观念，最重要改实行是，其实还是有调整你改生活习惯，然后你改食改东西，希望大家做到有一只控制改身体，然后系体重啊，心情会快乐。所以大家非常感谢欣赏对到两片，好冇？下摆有限，十個咯，大家來分享愛用改觀念，做得冇？做得好。今年下來你來做認同了。